今次想講一講大匪最中意向邊一種粉絲埋手。喺各種各樣人之中，大匪最中意向中年單身失婚婦女埋手。呢種人有兩個吸引大匪地方：第一，中年婦女通常都會累積一定財富；第二，單身、十字、失婚女士身邊冇個人提醒佢哋提防老千，而大匪向佢哋埋手招數就係鐵漢柔情，外強示弱。首先，當大匪發現目標人物，佢就會開始接觸佢哋。大匪喺鏡頭面前形象係粗獷鐵漢，當佢同目標對象展開私下聯絡後，大匪就會對佢噓寒問暖，展現鐵漢外表都有細膩嘅柔情暖男一面。當踏上目標後，大匪就會展開二輪攻勢，外強示弱。大匪會同目標單獨約會，言談之間，大匪會將話題帶到私事。然後佢會向目標人士扮慘，申訴佢生活中嘅困難同絕望。呢個時候要出絕招，就係扮喊，展示佢鐵漢都有不為人知懦弱一面。橋唔怕舊，最緊要受呢招萬事萬靈。目標婦女會有種錯愕，以為自己得到大匪信任，睇到大匪所謂真面目，同時激發佢哋想照顧呢個鐵漢嘅同情心、同理心。佢哋會覺得佢係大匪嘅唯一，只有佢見到大匪最真一面。目標成功落搭後，佢哋就會受大匪擺布，例如大匪扮窮借錢。呢班受害者佢哋唔知道，大匪同時係好多肥粉嘅唯一。